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搁在伫这个所在三合见面。虽然咱无上一个所在，无上伫这个礼堂内面面对面，但是咱借着这个电脑、这个网顶的聚会，咱伫灵内面相通哦。咱祈求上帝借着今仔的信息，对咱每一位拢有造就，拢有得到帮助啊！无论是讲的人啊，听的人，拢一同得到上帝祝福啊，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感谢上帝！最近咱现在继续为着本地的这个疫情祈祷，每一日拢有上升的现象，哦，这个对几百到几千，昨日有4000几经过预测讲到月尾8月尾可能会到2万，还是19000左右，所以咱盼望咱每一个人特别来小心。求主来保守，咱也为着咱四周围的国家来祈祷，求上帝帮样来保守因，借着伫即款的灾难当中来警醒每一个人，互人知影咱的生命是真软弱，咱的生命伫即个世上有各款的试探。各款的病毒的攻击，各款的这罪恶的陷害，所以咱特别的求上帝来怜悯帮助咱。若未信主耶稣的人，就赶紧来接受耶稣做你救主，得到上帝所预备互咱的永远的福气。所以当你听到今仔的信息，耶稣听你，无论你伫什么所在。耶稣的听永未改变，无论你拄着什么大小的问题，你只要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做上帝的儿女，你心中有主的平安，有耶稣的生命，你可以来向主耶稣，来向咱的上帝来祈祷，将你一切的重担来交托给主，因为咱的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求主你来带领帮助咱每一位，咱三合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看顾保守阮经过一礼拜，伫这礼拜当中也得到上帝你的照顾，你的供给，互阮伫肉身的需要顶面，或者是心灵顶面的需要，拢得到上帝的供给来帮助阮。主啊，你甲阮讲，恁的日子如何，你力量也的确如何。所以，阮伫各款的试炼、各款的问题当中，阮可能外靠上帝来帮助阮，来带领阮经过这难关。主啊，求你互阮的心中有主你的喜乐，有主你的平安因为阮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有主的力量、主的生命伫阮的当中。阮感谢你，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主，求你的圣灵借着你宝贝的话语，借着你所启示出来的真理，互阮听了后，伫阮的生命当中产生功效，可能做一个上帝的好儿女，伫世上来荣耀上帝你的圣名。阮来交托你，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因我
各位的兄弟姊妹，会记得咱即期的讲道的系列就是连人线的主题是歌罗西书。咱伫这歌罗西书一共讲了6个主日，所以咱伫这本歌罗西书当中呢，所学习的求神来带领来帮咱，互咱会记牢伫咱的心内。所以今仔日是最后的一摆，咱下礼拜有新的主题，那么求上帝继续借着咱所听见、所学习嘅圣经的真理教训，求圣灵来放在咱的心中，继续思考内面的意思，互咱记牢伫心中、刻牢伫心中，并且伫生命顶面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伫生活当中来实践出来，来行出来，来荣耀上帝圣名。所以今仔的题目是叫做着恒切的祈祷，恒切的祈祷保罗伫写这个歌罗西书的结尾时阵，来提醒信徒要注意关于这个祈祷的代志，叫咱伫生活顶面应该要注意这件代志，因为若无注意来忽略呢，咱就无法通荣耀主的圣名。所以伫这个结尾时阵，特别提醒兄弟姊妹，当时的教会兄弟姊妹，也是今仔日现代信徒，来做这个鼓励，然后呢，伊来表扬伊的同工，并且来为因来祈祷。所以咱今仔日的信息是咱这个得救的人，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应该要活出基督的生命，伫生活顶面应该注意的这件代志。头一项呢，就是讲到基督。基督伫基督徒神的行里生命的中间是真重要的地位，因为基督是这个基督徒必须的做的代志。所以圣经甲咱讲做基督，做力量；少基督，少有力量。若无基督就无力量，魔鬼撒旦就会来攻击咱，来试探咱，咱就失败，咱就无法通荣耀主的圣名咯。所以今仔日所要传讲的信息呢，头一点呢是关于基督的代志。所以歌罗西4章第2节到第4节安尼讲，恁是指信徒就是歌罗西信徒，也是向今仔日的信徒所讲的话，恁着恒切祈祷，伫这项代志顶面虔诚感恩。第2、第3节讲，也着为我祈祷，我是指保罗。伊讲求神，互阮开传道的门，互阮开传道的门，有法通讲基督的奥秘。保罗讲，伊说我是为着这个奥秘，讲这个基督的奥秘披捆锁，披掠去关呢，写这张批互恁。第4节讲，叫我按照所应该讲的话，将这个奥秘安尼显明出来，发明出来，就是显明出来。基督是基督徒每一日应该做的代志，也是属灵生命中间必须的代志。耶稣基督关于基督
互咱一个好诶榜样。伫路加福音第5章第16节，安尼讲，耶稣却退到曠野去祈祷。耶稣为什么退到曠野去祈祷？咱知影耶稣规日都伫遐咧做工，讲道医病探望人来讲道鼓励讲神的道理，安慰人，并且医治逐款的病痛。所以耶稣也是有神性，伊也是有人的性。所以呢，既然是人的性，也是会像人的野善，身躯会软弱，伊就需要休息。毋但身体需要休息，伊灵内面也就需要来向上帝来支取力量。所以耶稣伫第路加福音5章16节讲，耶稣却退到曠野去祈祷。马可6章46节来讲，伊既然识别了在听众就上山去祈祷，就爬去山顶祈祷。昨仔伊讲伫旷野祈祷，即阵伊讲到去山顶祈祷。所以祈祷无限定固定什么所在，或者伫教会，或者伫这个圣殿的或者是伫什么礼拜堂内面祈祷是随时随在，无论伫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因为上帝是听祈祷的神，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因此，咱的祈祷上帝会随听咱的祈祷因为是无受到限制，时间交地点的限制。第二，耶稣鼓励人着祈祷。马可14章38节安尼讲，总着警醒祈祷，免得入了迷惑迷惑意思就是受迷乱毋知影分辨是非，毋知影要怎样做。所以耶稣伫最后要顶12个以前的几若点钟时阵，伊伫这个迦拿山遐咧祈祷伫客西马尼园底下伫咧祈祷的时阵耶稣真迫切，伊也是叫门徒祈祷，但是门徒身躯的野善，伊伫遐咧拄眠的时阵，耶稣看见因祈祷，伫遐咧困咧拄眠，所以耶稣讲：恁就警醒祈祷免得入了迷惑。路加18章第1节，耶稣佫讲，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讲是要叫人常常祈祷，毋通灰心所以耶稣常常鼓励人常常祈祷，毋通灰心。咱人常会灰心可能祈祷上帝无听我祈祷呢，就灰心无搁祈祷咯即搭叫你常常祈祷，有时咱有祈祷，有时无祈祷欢喜了就祈祷，有代志了才祈祷，临时有一句俗语抱不卡但是咱信主的人毋是要抱不卡，咱乃是来到上帝的面头前，来到主的面头前，将咱一切代志交托给神所以耶稣讲，伊说叫人着常常祈祷，毋通灰心。以弗所书6章18节安尼讲，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祷祈求靠着圣灵来祈祷，无论伫什么时间、什么所在，拢有法人祈祷。腓立比书4章6节安尼讲，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甲感谢，将恁所要的共神讲，将恁心内所要要求的向神讲告诉神。所以
圣经啊，真侪所在拢讲到基督的，做基督就做有力量，少基督就少力量。咱心内啊软弱，常常互魔鬼试探失败咯。但是因为咱基督的时间无够热，成分无够热啊，这个常常来到神的面头前祈祷，所以咱真软弱，求神帮助。那么圣经佫甲咱讲，叫咱祈祷的形切啊，祈祷的形切啊，什么形切哩？形切哦，就是有形的，而且着恳切的祈祷。意思就是啊，继续的祈祷无停啊，坚决无要放弃这个祈祷这项代志。所以即搭是甲咱讲，祈祷着形切啊，有恒心，佫着佫恳切的祈祷，毋能放弃，毋能放松。那么即搭讲到祈祷的时阵吼，着形切祈祷是指讲教会吼是一个全体。咱祈祷有个人家己一个人伫厝内祈祷，而且伫别个所在祈祷。但是咱所讲的祈祷，保罗鼓励教会整体的祈祷。所以教会若整体的祈祷啊，就是着逐个兄弟姊妹啊，拢着为下面即几项代志来祈祷啊。除了兄弟姊妹身躯的软弱破病啊，或者一个事工祈祷，但是咱教会应该为以下的几项代志同心来祈祷啊，就是教会徛伫这个身体的地位顶面啊，祈祷的内容就包括下面几项。头一项是啥物啊？咱祈祷的时刻要持定元首基督的祈祷，意思就是咱教会啊，就以耶稣基督做咱教会的头。既然伊是头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同心高举耶稣基督，咱同心来听耶稣的教示，咱同心来按照伊的旨意来决定、来计划、来做教会的事工。所以就持定耶稣成做教会的元首，意思就是掠条耶稣成做咱的元首毋放。因为有了耶稣做咱的元首，咱就袂乱，咱才有法通统一，咱才有法通一个同心合意。咱教会无论讨论什么代志，咱就想卖，咱做这项代志，决定这项代志，是毋是高举耶稣基督？咱做这项代志，是毋是荣耀耶稣基督？咱做这项代志，是我的意思，个别的意思，或者是耶稣基督做头，伊是咱最得重要的中心。咱凡事要听伊的旨意，咱是毋是有所讨论、所做的代志合乎神的旨意？所以咱就将耶稣基督成做咱基督。耶稣基督是咱的原条，为了这项基督。因为人若放松这项代志，放弃耶稣是咱教会元首这项代志呢，咱就袂合一。咱教会所做的事工啊，也是无益处啊。因为咱是高举家己，高举我的意思，无以耶稣做元首做头，安尼就毋对啊。说落去，伊说基督啊，咱若以耶稣基督做元首的基督吼，因为咱一切咱的生命内面一切的需要啊、供应啊，拢是伫耶稣基督内面啊，所以才有法通得到真正生命内面的供应啊。因为一切供应、一切丰盛，拢是伫耶稣基督内面，所以教会啊，才有法通联合做这个那其他的教会的各肢体啊，在筋骨咯在各方面的每一个肢体才有法通紧密的来连接做一个教会，才有法通团结
那有了耶稣基督做咱的元首的时阵啊，教会才有法通亲密，才有法通密切的联合做一个，才有法通发挥教会发挥作用，才有法通活出耶稣基督这个属灵生命，成做一个忠诚的身躯有一个成熟的身躯是一个中大成人的身躯。所以每一个兄弟姊妹应该得高举耶稣基督，以耶稣做咱教会的元首。第二项祈祷的内容是啥物呢？教会咱若是伫主的内面行切祈祷，教会才有法通向基督耶稣来基础丰盛的生命咱昨仔讲咯，上帝一切丰盛拢藏伫耶稣内面，所以圣经讲第18节，基督耶稣是教会全体之首，伊也是元首是对时来复兴的，互伊可以伫凡事顶面来居首位。因为安尼呢因为被欢喜叫一切的丰盛拢点伫耶稣基督内面，耶稣上帝一切的丰富the riches一切丰富拢点伫耶稣基督内面，所以咱只有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才可能支出耶稣丰盛的生命。过来就是第3点咱行切祈祷是为着叫耶稣基督的平安点伫咱内面。可能教会有真侪各款的代志发生，也或者有啥物不好的代志，咱就来同心祈祷，上帝的灵会伫咱内面，圣灵伫咱内面做主，所以只得可能讲叫基督的平安点伫内面，咱的心内做主，伫教会内面真主。所以咱教会无论讨论什么代志是毋是以耶稣为咱的元首，是毋是讨主的欢喜，主耶稣是毋是欢喜这项代志咱是毋是将耶稣来居首位呢？咱讨论这项代志，咱心内是毋是有平安呢？咱会说，哎呀，我讲这项代志，我袂平安呢，伊也是袂平安。逐个人拢讲袂平安耶稣要叫咱做这项代志逐个人都会平安落来。咱就知影有神的旨意伫当中伊才讲呢，因为天父欢喜叫一切的丰盛，要成就互咱也叫咱内面有平安内面有平安，伊居住伫咱的内面，所以咱感谢主所以说叫基督的平安伫恁的内面来做主恁也是为着安尼来呼召归于一体而且佫是存感谢的心，咱也着存感谢的心。佫刷落去，咱规个教会的祈祷同心的祈祷行切的祈祷，为着什么祈祷呢？为着开传道的门来祈祷。保罗伫第4章第3节安尼讲，伊说也着为阮来祈祷，就是为着保罗甲在宣教士传福音的事工在同工来祈祷，求神互阮开传道的门有法通来讲基督的奥秘保罗要求教会祈祷什么呢？为着什么？为着开福音的门，为着开这个福音的门，为着传道的门。因为有的所在魔鬼控制真厉害，每一个社区无同。你看有的去某一个所在传福音的时阵，哎呀，有的人反应真紧真乐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但是
去另外一个所在，迄搭哦，咱就迄个门无开啊，咱就每一项去拄着烂组啊，有魔鬼个势力伫遐伫咧阻挡，伫人的心咧阻挡，所以咱就大为着心，做missionary祈祷，为着咱传福音的代志祈祷，求上帝为咱开一个门，什么个门呢？开一个传道的门，福音的门，让有法人讲述基督的奥秘。所以保罗要求教会为着做传道人祈祷，教会事工祈祷啊。佮说落去，咱祈祷吼有几项心态，这个头一项就是感恩的心。第4章里在讲说，恁着行切祈祷，伫这项警醒甲感恩。祈祷吼，若有警醒有感恩吼，咱才会感觉祈祷真孤单、无味素。因为咱出去传福音，咱若为主做工，咱服侍主的时阵，咱看起有啥物效果，咱会伫祈祷当中提出来，咱着为这项感恩，因为上帝灵伫当中咧做工，咱看到有假指点遐出来，所以咱有警醒，也着祈祷。警醒是说，咱拄着啥物困难咯，咱特别着警醒咯，啊。为什么拄着这问题呢？咱就警醒咯，也有着感恩，吼，咱的祈祷才袂孤单无味素。即搭叫咱着警醒啊，因为工作有时会拄着烂组啊，所以咱着警醒。咱的祈祷当中哦，有警醒祈祷，咱的祈祷才袂感觉什么呢？是压线疲乏、困倦。哎呀，咱祈祷有个人伫遐咧拄面啊，敢若只无一个警醒的心，咱亲像耶稣的门徒，耶稣叫因祈祷，因伫遐咧困，吼，敢若只无警醒祈祷。第3点，咱的祈祷的态度着有一个感恩，哈，昨仔已经讲着感恩祈祷哈，警醒甲感恩，教会祈祷，教法人有祈祷。有这个警醒，也有这个感恩的代志吼，是说咱这个祈祷啊，叫法人持续落去，恒久祷告，叫法人恒久的祈祷啊。咱看有的祈祷会真停咧咯，无祈祷咯，因为无感恩，因为无警醒，吼，逐个人拄眠，逐个人爱困啊，因此呢。咱就无法通警醒，因为咱无感恩啊。所以使徒保罗，伊虽然个人的恩赐真多，哈，为主做工真有成就，但是吼，伫这个书信顶面啊，伊写真侪书信啊，伫批信内面啊，拢鼓励兄弟姊妹为因来祈祷。为什么呢？因为伊知影。这个祈祷是整个教会的事工，为着福音的事工来带到啊，为着福音的事工祈祷，毋是要叫人着可怜咱。哎呀，我拄着真侪问题，你着可怜我哦，毋是要博取别人的可怜同情，也毋是因为无有带到。啊，无带到神就袂带领啊，袂为咱开传道的门。啊，毋是带到的人愈来愈多，神才愈爱听咱的祈祷。2、3个人同心合意祈祷，上帝伫遐当中为因来成就代志。毋是说愈来几落千万人伫遐咧祈祷，上帝会做工啊！就愈紧咯。神哦是要借着基督徒哦教会啊，的兄弟姊妹，毋是一个超级的个人啊，毋是一个真本事的个人
上帝的旨意是嘛？是要照着神的旨意，将家己甲伊的同工摆伫教会这个团体内面，摆伫教会内面，托在盼望在教会兄弟姊妹呢，拢着借着同心合意的祈祷啊，活伫基督内面的这个身躯内面啊，伫灵内面的合一啊，伫合一彼此的联络啊，互相为肢体彼此的配搭，彼此的供给啊，供应啊，一同呢去战场的征战啊，有的伫战场的征战，有的伫后壁伫咧祈祷做供应的工作，为着是啥物呢？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为着建立教会。所以以弗所书啊4章12节安尼甲人讲，为着要成全圣徒，成全就是来装备每一个兄弟姊妹，伫神的内面更较有力量，有装备。各尽其职，每逐个人有啥物恩赐，就各人尽因的责任建立基督的身体。为着是最终的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教会。教会就是兄弟姊妹每一个肢体，所以整体的教会得到建立起来，被造就起来，被鼓励起来，每一个兄弟同心起来，大家人配搭起来，咱才有法人荣耀主的名，才有法人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所以第4章第4节安尼讲，叫我按照应该讲的话，将奥秘发明出来。当兄弟姊妹教会为着迄个传道人祈祷的时阵，那么迄个传道人、迄个missionary也是有法人按照应该讲的话讲出来，就是讲什么呢？上帝的奥秘讲出来。所以圣经一搭讲发明出来，毋是发明什么毋是发明什么物件，伊只讲发明出来，意思就是讲清楚，然后传扬耶稣基督的真理，是发明出来，讲明出来，是按照所应该讲的话讲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无做讲，也无少讲，只要照着圣灵所带领的、所感动的，伫咱的心内，咱就清楚内面讲，清楚的讲明基督的奥秘。所以一搭甲咱讲，传福音的人啊，那是离开这个圣灵的管理啊，来讲家己的话，必然呢会说出无应该讲的话。那讲家己的话，就袂说出上帝圣灵爱伊讲的话。伊所后来伊讲的话呢，就毋是出于恩典的话，而是出于血气的话。什么是血气的话？凭着我家己爱怎样就爱怎样，凭着血气，毋是凭着圣灵。所以圣经讲，顺着圣灵的，若是算随着肉体的血气的，就是无好的代志发生。所以咱若无按照圣灵的话来讲话呢，咱就会妨碍什么呢？妨碍耶稣基督的福音，咱就无法通传扬耶稣基督的真理咯。所以就互魔鬼留地步咯。所以咱传福音也得注意保罗讲说，就恁为我祈祷，互我按照应该讲的话讲，这是保罗对教会要求那保罗伊伫传道的时阵，伊立定一个心志，立定这个立志，立条主意，定了主意。
所以哥林多前书2章2节安尼讲啊，因为我曾经定了主意了，伫恁当中啊，伫恁中间啊，毋知影别物代志，只知影耶稣基督，并且伊钉十字架的代志。一大碟来讲说，我定了主意，伫恁当中毋讲别物，毋知影别物，意思是说，伊逐项毋知影，毋是保罗无学问，保罗的学问真大真深。但是伫信徒的当中，保罗讲，宁可我毋讲别物。只要讲什么？讲耶稣基督，甲伊钉十字架的代志。所以2章1节讲啊，伊讲兄弟啊，伊说将钱啊，我交恁遐去啊，并无用高言大智。就是用真大的学问，对恁宣讲神的奥秘。保罗啊，伊无用真侪高深的来讲神的代志，乃是讲什么？耶稣基督甲伊钉十字架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保罗既然是一个真大有学问的，伊的学识也真渊博，但是伫传福音的代志顶面啊，伊毋讲别物，伊也无讲政治，无图政治利用伊无要伫教会当中挑拨是非。挑拨纷争，无造成教会甲社会动荡不安。这毋是，你讲这毋是神的旨意啊！那叫无应该讲，你讲的呢，上帝会管教啊！所以保罗讲啊，我定了主意啦，我伫我的心内一定决定了，决定什么呢？伫恁当中无要讲别物，毋知影别物，毋是说伊逐项毋知，但是伊伫恁当中做其他的代志毋是重要的，伊重要是啥物呢？专门讲到耶稣基督，叫伊钉十字架，因为福音啊，这是福音，这是一款的大能力啊！保罗伫罗马书第1章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力要改变人的生命是外邦人也是犹太人有可能改变人的生命，所以伊宁可毋知影别物，只知影耶稣基督，甲伊钉十字架的代志，这是上帝呼召伊讲的，伊袂用咧讲叫这福音为拯救人灵魂的代志，所以这是伊的立定主意。伊这是知影伊的本分是啥物，伊的责任是啥物乃是耶稣基督，乃是钉十字架的代志伫这项以外，伊宁可毋知影别物伊只知影伊蒙神的呼召，伊着专心。伊着用心，伊着忠心来传上帝所托付伊该讲的、应该讲的话。所以咱教会的宗旨咱教会的宗旨是啥物啦？政教分开，
政教、政治甲教会信仰是分开的政治是属于政治的，宗教信仰的是另外。咱教会当中耶稣主耶稣捌讲一句话，伊说该杀的物件就归托该杀，神的物件呢归托神。意思说属神的叫属世界或者参做这个伫遐咱教会也是相关是政教分开。第二项，咱教会伫外邦人面头前伫外人面头前，甲人来往的时阵着怎样做呢？这道有几点这圣经是安尼讲，恁着爱惜公义，用智慧甲外人交往要爱惜公义，用智慧甲外人就是教会以外的人交往。这个公义，咱知影咱中国有说一寸公义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公义。这个公义这方面是讲到时间，也就是时机的意思所以这个公义伫遮是神所赐予咱的机会、时机什么时机呢？伊则讲到爱惜公义，就是爱惜上帝所予咱的每一摆传福音的机会，就掠条的机会，毋通放杀。伫世间人面头前所讲的话，甲着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甲咱的见证，咱的责任就是安尼，着爱惜公义来为主做工传福音，用智慧甲外人交往。讲到智慧，人着有智慧，人若缺欠智慧呢？圣经讲，简单讲，咱着向上帝来求智慧。雅各书第1章50节讲，恁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该着求上帝求迄个许许就是赐予咱正人也袂责备人的上帝，主的确要赐予伊。所以咱若是欠智慧，咱求神予咱智慧，上帝就要成事予咱。所以信徒伫甲世间人接触来往的时阵，就用属灵的智慧。什么呢？在属灵的智慧什么呢？头一项，咱就知影什么是合宜的代志，什么是对的代志，是什么是毋对的代志，什么是合适的代志。这个是求神予咱有智慧来分辨什么是合适的智慧。说落去就是咱就知影什么是合神旨意的代志。有时咱决定所要做的代志，毋是神的旨意，咱若无好好去分辨，这个是毋是神的旨意呢？咱就毋是用智慧了。佮说落去，这是一种道德的选择，道德的选择的一种的力量，是智慧。这个人若有智慧伊就会晓选择迄个有道德性的，有道德性的代志，毋是缺德的代志，毋是无道德的代志，乃是合乎道德的代志。所以就有一个选择，这就是靠着神所予咱的智慧来选择智慧也是予咱分别是甲非、黑甲白的代志有的人袂晓分别是非黑白呢，就乱做做了对家己的生活应该讲的话，应该做的代志，咱应该有智慧的人，应该伫人的面头前着小心毋通为着毋通诚做别人的绊骹石。有时做咱咧传福音予人，但是咱的行为、咱的语言却是互别人诚做绊骹石。什么叫做绊骹石呢？意思就是咱在平路的时阵咱行真好势，但是咧行路的时阵，路顶有一块石头呢，咱无小心行的时阵去踏着。去交着，
块石头咱就拔倒了，杀倒了。迄个石头叫做半骹石、绊脚石。咱基督徒无要做人的半骹石，特别是做传福音的半骹石。那么算落去一点，圣经教咱着伫言语上、伫讲话顶面特别着小心，着有智慧。伫彼得前书第3章15节安尼讲，伊讲恁的言语着常常带着和气、着温和亲像用盐来调和，就可以知影应该怎样回答众人，回答别人。咱的话真重要其实讲话也是一款的释放基督徒伫社交顶面伫讲话是特别着小心。咱的讲话就是甲人交流咱讲出来，别人听会明白，愿意接受，才有这个交流所以成语讲言为心声，咱的讲话就是咱心内的声音声音的意思，咱的内心的声音。虽然咱的内心无声音，但是咱的内心想什么，咱就对咱的嘴来讲出来。所以言为心声，所以咱的每一句话拢是咱的心思意念会反映出来因为咱的心思意念是安尼，所以对语言顶面讲出来、表达出来。所以咱你的话语当中是带着蕴藏着一个人的修养。这个人的修养好还是歹为法人对你的言语顶面看出来辨认出来。有的人这个出口伤人出口伤人就是你这个嘴讲出来就着伤着人刺插着人的心就伤害着人的自尊心，还是伤害着人，互伊心真痛。所以有的人就圣经教咱讲是应该着讲迄造就人的话。用听心讲诚实话，用听心讲造就人的话。所以箴言25章11节安尼讲伊讲一句话若讲真合适真合宜就亲像金的苹果来放伫云梦的内面咱会用想象觅咧。我哋你有一粒真金的苹果苹果伊的形状本来真水，但是伊一粒若是金苹果，伊后壁若是阁有一个梦还是一个云色的背景来做衬托出来就法烘托出来，有法看到迄个苹果金苹果，甲迄个梦会配合实在是真艺术，看起来心内真爽真有艺术。是款的享受，所以一个人讲话讲得合适人愿意接受，也是诚做享受对人有帮助、有助益、有教育性。所以一句话讲得合适亲像金苹果来加伫云梦内面所以有关于讲话的代志，圣经有讲到真多关于人讲话着小心，特别是咱的字是代表咱要讲话而且雅各书1章26节讲是，若有人家己以为是虔诚的人却若无掠条伊的字勒住就是管理好伊的字反倒当会欺骗家己的心你的字若无管好就是会欺骗家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也是虚假是虚的、空虚的。
所以有个人外表看真虔诚，但是伊个讲话是乱讲一场，讲无诚实的话，讲欺诈的话，欺骗家己的心的话，那么伊的虔诚就是假的。所以这个人虔诚无，是对伊的言语讲出来。当然言语有时讲无赢话，但是咱有法人看出伊是真心，还毋是真心。看伊是真虔诚还是假虔诚，对伊言语就有法人听出来、看出来。雅各书第3章5节咱讲，指头指压是百体当中咱身躯真侪肢体是最地水，但是虽然是水，但是也讲大话。小的舌头可以讲大话指头是真水，但是有可能讲大话。大话意思就是讲无赢话，无赢无值的话。雅各书3章6节讲，指头就亲像火，就是火伫咱伫百体当中指头是罪恶的世界，有法人会污秽咱全身。所以这个指简单讲就是火会烧将咱规个身躯烧，将空压会操烧，所以即句话若讲无好势，伊若是遵着即个罪恶的心来讲话呢，就是叫做什么？指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伊有法能欺骗人、欺诈人伊有法能造谣，伊有法能讲无赢无值，白讲做乌，乌讲做白。咱就无法通荣耀上帝的圣名。彼得前书3章10节安尼讲，圣经顶面讲，人若爱生命，愿意享受美好的福气。要禁止你的指压，毋通讲歹话，恶言就是讲歹话，嘴唇也袂讲迄个诡诈的话。所以咱若要享受福气咱就禁止咱的指压，毋通乱讲话，毋通讲恶言恶言就是歹话，毋通讲欺诈的话。马太5章37节耶稣讲：恁的话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若佫加讲就是出于迄个恶者撒旦，所以是真危险的。圣经甲咱讲，咱言语顶面就常常带着和气、和气就常常带着和气是什么意思英文是讲 Let your speech always be with grace。 grace 是恩典，他们说恁的话就常常带着和气。那英文是讲个 grace。grace 是什么意思呢？ grace 是一款的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互人好处，对接受的人、听的人有益处。这个是一款的恩典，叫伊进步，叫伊得到益处，有法能造就伊的道德性。那么你所讲出来就是带着 grace， 带着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有造就人，对伊有益处的。所以圣经甲咱讲头怎么讲？着爱惜公义，爱惜公义就是伫掠着上帝所托咱的机会，为主做见证。但是呢，咱着小心咱的指压，咱的指压一定着受圣灵的管理，来讲适合的话，甲和和气气的态度，毋是像咧发脾气、大声量、大声发。咱咧讲话要和和气气的讲话有这个好的态度毋是像咧发脾气一样
人听着袂爽。圣经讲话当中着带有恩典，毋是带着敌意，甲人为敌为仇。咱就咧交敌人咧讲话相同，咱咧话中毋通带着刺咧刺插人，有诶讲话，咱若无小心去刺插人，叫啥物啊？讲诶无心，听诶有意。明明都毋是咧讲你歹话，但是听诶人，哎呀，即个是咧讲我歹话咯，安尼毋对啊！所以人带着刺圣经甲咱讲，咱的话内面带着调和，亲像盐来调和。盐的作用是啥物啊？真侪有法通消毒，有法通防腐腐烂这些代志会洁净所以像用盐调和，意思就是这个人讲出来话，别人听到的内面听了愿意接受若无哩，下摆若甲伊讲伊毋接受，伊毋接近，会走伊会走所以咱呢讲话伫亲像盐带有调和的意思譬如说有一个人两个人咧冲突讲真歹听话，咱的讲话调和，互因两个可以和好起来，袂阁起冤家。这是真无容易做到的代志彼得前书第3章第3节彼得前书3章15节安尼讲，伊说姊妹，你的心内尊主为圣有人若问恁心中的盼望原因是啥物就着常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逐个人。所以圣经甲咱讲咱头先咱的心内就以耶稣基督做圣，咱就讲做一个圣洁的人那有人问咱心中的盼望，敢若你要信耶稣为什么你心中你信耶稣，你会平安，你有喜乐为什么？咱就准备，咱心内就做准备，就用温柔的态度，用敬畏上帝的心来回答逐个人。所以当咱安尼用这款的态度来甲人讲话时阵，咱就有法通诚做结果子，用这个话来结果子，是一款的释放的讲话。感谢上帝，但愿上帝借着咱的讲话来服侍主叫听的人得到恩典叫听的人得到益处。那么咱就可能有借着基督耶稣的生命伫世间无论是讲话是行为是做人各方面，当然荣耀上帝的生命。这是上帝今仔日所托咱的信息咱过来伫言语顶面的注意，伫基督顶面这个兴切的热心，咱就用智慧甲人来往用智慧甲人，咱就爱惜公义互咱伫这个世间掠着上帝，互咱每一个好的机会来为主做工，来带人信主归向神。到最后这几节是保罗最后的话甲问安的话伊就是托人将这个批信寄去托人寄去带去托哥罗西教会有一封信是托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所以盼望因有法通这间教会读了这批，就送到迄个托迄代兄弟姊妹读了得到造就，要写到老底家的话读托即达来彼此有交往，彼此学习，借着上帝的话来造就家己，造就兄弟姊妹。所以保罗到最后问安请安，并且要求教会兄弟姊妹着忠心侍奉主所以今仔日咱的6礼拜这个讲到这个哥罗西书到今仔日结束，下礼拜有新的 series 新的讲题，
求上帝祝福咱，将所听见的贴条伫咱的心内，求圣灵来帮助咱来学习来行，毋是单单听了就袂记得，咱是听了叫行出来，才有法来荣耀上帝的圣名。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上帝啊，多谢你才着互阮即几礼拜，才着高罗西书，互阮学习到耶稣基督是超过一切有权柄、荣耀、最权的。阮着辛苦伊，阮辛苦伊。耶稣对死人个活一个复活的生命，叫阮信伊的人。耶稣复活生命也点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也反正伫世间当中来活出来荣耀上帝的名，因为圣灵会伫阮当中来做工，互阮今仔日所学习的，叫过去5礼拜所学习的，求主的灵来做工伫阮的心中，叫阮一切所做来荣耀你的圣名，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